摩尔多瓦百姓赢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米海洛，我是乌克兰人。今天是2025年9月30日。前天，摩尔多瓦政府举行了议会选举。我昨天一看到了结果，就非常高兴，因为支持加入欧洲联盟的党派赢了。如今在摩尔多瓦，总统支持加入欧洲联盟，议会也支持加入欧洲联盟。大俄和大俄的粉丝，不管他们不择手段的行为，都输了。我恭喜摩尔多瓦百姓。当然，在摩尔多瓦之内还留下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以前被大俄粉丝占的领土一部分。但是我认为摩尔多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摩尔多瓦在欧洲联盟里的未来非常明显。